继续来到云林的元长乡，有一个农民李秀龙，坚持种有机的火龙果，伊拢是饲鸡、鹅来食海棠，而且有机肥料嘛是家己做的，所以所种出来的火龙果是甜个高食。今年总算是通过有机的认证了。 元长乡一位农民李秀龙专门伫咧种植有机火龙果，经过4年打拼，总算伫咧今年摕到有机认证。4年前就开始就以有机的生态下去，有机的目的下去种植。伊火龙果果子园内底有饲鸡、鹅斗相共食糖，而且李秀龙卖家己制作有机肥料，替火龙果补充营养，所以火龙果食起来细嚼个甜。 因为鸡可以吃虫，鸭可以帮我把那个一些瓜鸟吃掉。产期大部分都是到6月到隔一年的1月。有机种植爱搁注意火龙果的养分，农民种树机来控制伊的数量和品质，就是希望让消费者食到上健康的果子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